設計嘅靈感源自凡爾賽華麗嘅宮廷，採用咗慈禧標歷滿天星切工嘅藍寶石，佢360度嘅立體切割面俾主射猶如夜空中璀璨嘅星辰，又似精緻嘅神路，閃上住無與倫比嘅高貴同埋典雅。再配戴花形切割天然鑽石，俾吊咗喺光線嘅照耀下折射出多重光芒。設計一以相當柔嘅靈感，線條流暢而端莊，花形鑽石更化為耀眼嘅燭光，同標歷藍寶石相交輝映。金屬表面經過細膩嘅拉絲雕琢，呈現出絲綢般嘅光澤，俾整個設計散發住夢幻同奢華嘅氣氛。設計意則融入現代美學，運用幾何圖形同鏤空設計，搭配光金效果，將空間感點亮，展現出利落同時尚風格。呢個設計嘅靈感源自報夢網，希望將靜物、夢想同埋好運帶到佩戴者身邊。而設計3則大膽注入東方元素，採用簡約嘅捲草紋飾、精巧嘅花形輪廓，蘊含禪意同埋寫意滋味，呼應古人清秀俊美嘅審美精髓。而中西合璧嘅設計，更係令藍寶石嘅精緻切工更顯詩情畫意。佩戴時，輕盈搖曳嘅寶石會顯現高貴而迷人嘅光影，令人一見傾心。而慈禧以巧奪天工嘅切割工藝、專業嘅色彩配搭同埋尖端嘅設計，俾跨越時代同埋文化嘅珠寶藝術得到完美演繹，亦都讓每一件作品喺時光嘅長河中都能歷久彌新。關注慈禧有不被公司化嘅頂尖設計。